多謝主席。首先多謝咧，即係上次其實已經提供咗一啲嘅補充資料咧，咁令我哋睇嘅時候都容易清楚好多。喺個大造價嗰方面咧，我冇乜問題嘅，即係我完全覺得係可以接受。唯一一個我想了解清楚咧，因為如果純粹對比我睇翻啲舊文件咧，港灣嗰個項目其實工程好複雜嘅，但係喺嗰個駐地工作即係個人員嘅薪酬嗰度咧就240萬嘅啫。但係依個項目咧，嗰個駐地工人員嘅薪酬咧就2800萬嘅。咁我想了解嗰個即係差距個基礎係乜嘢咧？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咧？多謝主席。係邊位答嚇？阿副局唔該。主席，我想請黃總監協助我答呢個問題。好啊，唔該。多謝主席。總監，多謝主席同埋林議員嘅提問。咁咧，頭先問嗰個問題咧，就係話港灣咧只係240萬，咁咧呢個 project 咧就安達臣道咧就2800萬。主要咧其實佢嗰個駐地盤嘅人員咧，佢有個差別。呢度咧有7個駐地盤人員，至於港灣嗰度只係1個。咁咧佢嘅差別主要就係我哋而家應用咗一個叫做新工程合約 NEC Option C 嘅合約。咁裏邊咧裏邊相差嗰6個人咧，主要咧就係我哋會請主要係 QS 嗰邊測量師啊，即係有1個測量師，有3個就助理測量師。咁咧就有啲地盤測量主任同埋1個會計主任。咁呢啲人咧都係幫我哋去量度嗰個 project 個造價。咁新工程合約Option C 呢個叫目標成本合約咧，有個即係優勢嘅，可能議員部分都知嘅，就係咧佢嗰個我哋以嗰個合作形式，咁同嗰個承建商攤分翻個利潤啊，嗰樣嘢，所以咧基本上咧個造價會偏低，但係咧我哋需要咧，因為佢要提出一啲單據嘅承建商，咁所以咧喺當中咧，我哋係需要多啲人員，調翻轉承建商都會多啲人員去 check 呢啲單據，但係工程造價整體就住呢個叫做新工程合約 Option C 咧係有優勢咁樣，所以嗰個造價咧就有呢個人員上邊嘅差別嚇，係咁多，唔該晒。主席少少跟進完全理解嗰個情況嘅。咁我想知道咧，除咗個駐地工作人員，因為多咗一啲嘅工料測量師啊，跟住啲單據啊咁嘅，但係實際處理嗰啲單據咧，用呢個 NEC 嘅 Option C 嘅話咧，其他嘅相關嘅專業人員嗰個時間投入啊，各方面係咪都會多咗嘅咧？抑或其實都係一樣嘅咧？係對唔住，我頭先應該係黃安華總監係回應政府委員嘅一個提問嘅。咁而家係咪請黃安華總監繼續回應？唔該，唔該，主席。其他人員咧，通常我哋駐地盤都係有幫辦啊，或者工程師嘅。其實嗰啲裏邊入邊咧，每個工程都一樣噶啦，即係呢個工程冇分別。佢個複雜性其實都係一樣。咁就駐地盤嘅幫辦啊，同工程師咧，都係喺個地盤合約裏邊反映咗。咁所以佢冇差別嘅。所以咧，其實係冇多到。特別我一提就係純粹係 QS 嗰度嘅啫。好，多謝主席。